大家好，我係 Florence。特朗普喺選舉嘅時候承諾佢會解決房屋嘅問題。最近佢的確係有啲小動作。咁我哋呢一集就嚟睇下佢嘅新政策同埋佢嘅小動作會點樣影響美國嘅樓市。特朗普一直都認為起樓嘅法規係令到美國嘅建築房屋成本持續高企，而美國嘅樓價年年上升，令到好多美國人都買唔起樓，負擔唔起。呢一個圖黃色嗰條線係美國房價嘅中位數，而家大概就喺124000美元，而藍色嗰條線就係美國家庭收入嘅中位數。美國嘅平均家庭收入係79000美元，低過房屋中位數嘅金額45000美元。即係話，如果美國嘅家庭要負擔得起一般嘅房屋，佢就需要加人工57%。呢一個差距比起2006年次按危機嘅時候嘅房價泡沫仲要大好多。但係事實係過去5年房價飆升咗超過50%，藍色嗰條線，而人工只係加咗2.5%，黑色嗰條線。喺今年1月，華爾街有個報道，佢指美國嘅房屋銷售喺2024年創咗30年嘅新低，全年只有400萬宗成交。有業內人士指出，呢一個成交數量係相當之差，因為而家對比起30年前，人口係多咗7000萬人。而家啲人唔買樓，主要係因為啲人覺得房屋太貴，同埋房價利息太高。佢哋喺度等房價回落同埋利息下跌。特朗普為咗幫美國人買得起樓，佢喺今年年頭就宣布咗一項新計劃。佢計劃喺全國嘅聯邦土地上面起一啲經濟房屋。佢認為美國嘅房屋係因為供不應求，所以先至咁貴。起多啲房屋，房價就自然會下跌。由2022年開始，美國嘅房屋儲存量就一直上升，由本來嘅唔夠100萬間屋，到而家已經增加到有130萬間屋準備要賣。新屋銷售量喺2020年由高位回落，二手市場嘅情況都差唔多。自從喺2022年開始加息，二手市場嘅成交就大幅下跌，新樓同舊樓嘅成交量加埋就跌咗超過3成半。起好咗要賣嘅貨，由2022年開始就越積越多。同時間，建築商起樓嘅數量亦都減少。連一向買樓收租嘅投資公司，佢哋而家對買屋嘅投資都唔感興趣。近呢2年，佢哋嘅投資都大幅減少，而且仲係主要買一啲廉價房屋，租俾嗰啲有房屋券嘅人士。喺加息嘅初期，2022年，美國大部分嘅地方嘅樓市都係非常熱鬧。紅點表示嗰啲地方都係沽貨嘅業主有主導權。到咗今年，情況就好大改變，啲紅點就變咗藍點，即係話市場已經冇以前咁熱鬧，而家買家有主導權。喺而家嘅環境，樓價高企，買樓嘅意欲低迷之下，特朗普要推啲聯邦土地出嚟起樓。政府大概有11億英畝嘅土地，但係有6/5嘅地方係因為法規或者係地形嘅關係，
有啲係國家公園，有啲係軍事基地，總之就唔適合起屋嘅。另外嗰4/4適合起屋嘅地方，大部分都係未駁水、未駁電，未起屋之前要投入做基建嘅成本都已經唔少。而最大嘅問題就係嗰啲地方好可能冇人會想搬去住。不過美國住房城市發展部嘅部長就出嚟講，佢哋會優先考慮推出未充分利用嘅農村同埋城市土地先，增加咗經濟房屋嘅供應，咁樣就可以好快結束住房負擔能力嘅危機。特朗普想多啲人負擔得到住房，一係就令到美國人嘅人工增加57%，一係就將樓價壓低。你認為邊一個方法會容易啲呢？美國有好多屋都係用木材做，而有30%嘅木材係嚟自加拿大。拜登政府徵收加拿大木材嘅關稅由8%增加到14.5%，而特朗普更加話要將加拿大嘅木材關稅提高去到55%，所以由今年起木材嘅價格就急劇上升。特朗普話過，美國有大把木材，唔需要依賴加拿大嘅，所以佢喺3月1號簽署咗一項行政命令，要簡化林木計劃審批，減低環保嘅監管，減免好多繁文縟節嘅文件，盡快批出許可證。佢要增加美國嘅木材生產，但係有啲分析師就講，你減低咗起屋成本，唔代表啲屋價會下跌，因為近幾年交投比較淡靜嘅時候，建築商嘅利潤已經減少咗。如果佢哋有機會可以賺到更多嘅利潤嘅時候，點解佢哋唔將啲屋賣貴啲啊？紫色嗰條線係房價嘅指數，紅色嗰條線係租金嘅指數。你認為降低建屋成本係咪就可以將啲屋價降低呢？對於整頓房貸市場，特朗普就做咗啲小動作。佢喺3月20號炒咗房地美 Freddie Mac 嘅執行長官，將聯邦住房貸款局局長擺咗落去。呢一個局長就炒咗14位房利美同房地美嘅董事成員，佢將自己任命為董事主席，同時又清空咗幾個寫字樓。房地美同房利美絕對係有份造成2008年嘅次按危機。佢哋多年嚟遊說政府，要政府減少對佢哋嘅監管，令到佢哋可以喺銀行嗰度買到更加高風險嘅房貸合同。喺2008年，當房市暴跌嘅時候，好多人就冇咗份工，供唔起樓，而佢哋嘅房貸合同就變咗張廢紙。佢哋差啲要破產。由於佢哋控制咗美國一半嘅房貸市場，政府不得不接管佢哋，所以喺2008年，房利美同房地美就成為政府資助嘅部門。佢哋所有發行嘅房貸抵押證券都由政府做擔保，所以好多投資者同埋基金都認為房利美同房地美嘅債券係另類嘅國債。之前喺低息嘅環境，嗰啲投資者就大幅買入佢哋嘅房貸抵押債券。而家特朗普計劃將佢哋私有化，政府擁有嘅股權會擺落國家主權基金，以後再唔會做佢哋債券嘅擔保人，以後政府就唔會再幫佢哋承擔風險。所以當呢個計劃實行嘅時候，投資者再唔會當佢哋發行嘅債券係另類嘅國債。
聯儲局亦都唔會再買佢哋嘅債券。呢一個圖顯示咗，自2009年開始，聯儲局就買咗好多房貸抵押債券，但係每次聯儲局要沽貨嘅時候，佢總係沽呢啲債券先嘅。私有化咗之後，聯儲局就唔會再買佢哋嘅債券，佢嘅債券就會成為一般嘅公司債，佢需要俾多啲利息去吸引投資者。佢俾多咗利息，咁自然借俾人買樓嘅房貸利率就會推高，買樓嘅利息增加咗，咁買樓嘅負擔就會更加重。而家樓市都未落，公寓式嘅房貸拖欠嘅數字已經上返去2008年嘅高位。不過獨立屋嘅情況尚算健康，未有拖欠嘅跡象。一般美國嘅家庭都會將佢哋間屋攞去抵押套現嘅，但係今年開始，超過40%嘅房屋貸款申請被拒，市場就開始擔心嗰啲業主因為生活嘅壓力，要將佢哋間屋攞出嚟賣，對樓市造成壓力。呢個圖就顯示，對比起過去5年，放盤多咗嘅地方顯示係綠色，而放盤少咗嘅地方顯示係啡色。有啲地方放盤就多咗，但係申請做按揭嘅宗數就喺2022年加息開始大幅下跌，買屋嘅貸款申請跌咗差唔多一半。呢一個圖顯示新屋嘅銷售量同就業有好大嘅關係。粉紅色嗰條線就係新屋嘅銷售量。當就業率上升嘅時候，銷售量就同時增加。而家有好多人都擔心自己冇咗份工，佢哋嘅買樓意欲有幾高呢？如果按揭利息又持續上升嘅話，咁啲人會唔會出嚟買樓呢？最近有一個地產顧問佢指出，一間大型嘅發展商為咗吸引買家，佢將房價嘅13% 回贈俾買家。對上一次有咁高額嘅回贈，要返去2009年次按危機爆發之後。佢更加話，而家好似歷史重演咁，要返去08年之前，因為佢發現喺佛羅里達州已經有發展商唔需要買家俾首期就可以買到樓，而攞出嚟賣嘅新屋已經去到50萬間，去返2009年嘅高位。有啲大發展商因為要繼續起樓，佢將賣唔去嘅屋轉做租盤，而租金喺過去20幾年都未曾跌過，紅色嗰條線。所以而家嘅情況就係，新嘅房屋供應不斷增加，而二手市場都有業主因為生活嘅壓力而要放盤，但係房價就係唔落，紫色嗰條線，貸款利率就一直維持高位，買家就係唔願意買，而業主亦都唔肯減價。一間有300億美元嘅地產發展商嘅老闆，佢做咗一個好精闢嘅結論。佢話消費者信心暴跌，令到房地產市場將會長期疲軟。佢仲繼續講，呢一個疲軟嘅狀態喺短期內係唔會消失嘅。事實上，嚟緊嘅新政策有廣泛不確定性，關稅政策同埋移民政策都會影響勞動市場，再加上高房價同埋高嘅房貸利率，都會壓制咗住房嘅需求。呢個圖顯示咗有幾多供樓人士，佢哋嘅債務佔收入嘅比例係超過43%，即係話每賺100蚊就用多過43蚊嚟供樓。喺2022年都只係
25% 嘅人，佢哋嘅債務佔收入比例超過43%。但係到咗2024年尾，呢一個比例已經去到64.5%，增加超過咗1倍。比起2008年次按危機嘅時候，仲要多咗20%。有好多供樓嘅人士都已經供得好吃力，所以啲屋價唔回落嘅話，根本啲人就唔會去買屋。要屋價回落，除非有經濟衰退，有啲人冇工做啦，佢哋先願意減價賣屋。但係真係當樓市泡沫爆破嘅時候，政府係咪真係唔夠房利美同房地美呢？如果你中意我嘅分享嘅話，請點讚、分享同訂閱，記得撳個鐘仔啊！拜拜。